家啦，我就做一個啦 case study 啦，用中環眼睫毛專家啦做一個示範啦，講講應該點樣進行一個啦線上銷售，係啦，做一個介紹。好啦，咁首先啦，先講講啦。咁其實我哋成個計劃啦，主要針對翻呢就係香港啦，而家個經濟環境啦，或者係外圍啊，或者係嗰個揾生意啦，或者同客戶接觸啦，成個經濟架構或者係個模式啦，開始改變㗎啦。咁尤其是啦，最大嘅衝擊啦，就係可能國內消費啦，或者係 AI 嘅普及啦，都會對於香港咧服務或者零售業啦好大衝擊。咁我哋公司啦，其實啦就針對呢個情況啦，推出咗一個新嘅方案，係希望啦可以幫到啦香港嘅公司啦喺2026年咧生意有一個大嘅改變。咁其實呢個計劃係啲咩嚟啦？其實簡單啲嚟講啦，就係話啦，我哋公司推出咗一個啦全新嘅 AI 計劃。呢個 AI 計劃啦或者系統啦，係針對香港中小企唯一一個暫時嚟講係落地嘅計劃，就係話成個系統同埋架構啦，專係 for 香港中小企去揾生意、度身訂造嘅一個計劃嚟嘅。好啦，咁我相信啦，作為一個老闆呢，現時都面對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包括係有陣時出咗廣告，個廣告個效果唔好啦，或者係出咗廣告有啲生意，但係啲生意都未夠冚廣告費啦。另外啦，想請人做，請個小編出下文 part time，可能都4、5千蚊一個月，揾人做下圖，效果又唔好，又要改，或者請啲 sales。又唔識 sell 唔到，乜用都冇。咁有陣時啦，可能你話用 AI 啦，自己學下用啦，做完之後個效果又唔好。假設你哋係面對到上邊任何一個問題啦，其實我哋嘅系統啦都可以幫你解決晒上面所有問題，或者係做得更加多。咁我哋呢個系統呢，其實究竟可以幫到你哋做到啲咩啦？咁其實啦，做到嘅嘢啦，由點樣樣啦，透過 AI 嘅大數據啦，去幫你進行一啲市場分析啦，制定一個啦最合適嘅計劃。因為我哋嘅 AI 啦，其實同你自己啦用嘅 AI 啦，最大嘅分別啦，有啲咩啦？就係話你而家用緊，譬如話可能 Gemini、DeepSeek 或者一啲唔同嘅 AI 啦，呢啲 AI 其實都係 for 啦全世界嘅人去用，佢唔係 for 你公司嘅。而我哋提供俾你嘅 AI 系統啦，係同客人你度身訂造嘅一個 AI 機械人。呢個 AI 機械人啦，我哋會訓練或者教育佢啦，係會因應翻你公司個品牌啊、你嘅目標客戶啊，咁樣樣去做一個啦叫做 AI 嘅 machine learning。好啦，除咗制定一個計劃之外啦，仲會幫你啦喺社交媒體嗰度啦做一啲叫做文章、圖片嘅製作啦、內文嘅編寫。圖片嘅製作同埋內文嘅編寫啦，亦都唔係話100%依賴 AI 嘅，我哋都會有我哋專業嘅同事啦去參與，去幫你做一啲 proofread 啊，或者提出一啲建議。再者，因為其實喺網上行銷啦，或者係 SEO 或者係 GEO，即係話由於現時用戶嘅搜索習慣亦都改變，好多時啦，或者客人自己都會啦，除咗而家揾嘢之外，除咗會直接透過 Google 嘅搜索引擎去揾嘢之外，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會直接問 AI，我想譬如話喺中環，我想做眉毛嘅。俾啲公司我咁樣樣，邊間近咁樣樣。咁其實啦，如果想喺 Google 嘅搜索引擎啦，或者係想喺 AI 嘅推薦建議裏邊啦排得高啦，其實就要依賴一個網站啦，去提供一個啦叫做有用嘅數據俾翻 AI 或者 search engine 嘅機械人去找取嘅。咁到時啦，我哋個服務啦都會包含埋啦
就係話啦，幫你啦個網站嘅內容製作翻通知搜索引擎，令到用戶喺搜索引擎一打你嘅關鍵字，就可以即時見到你哋公司喺 Google 嘅前置嘅排名啦。另外亦都可以幫到你喺 AI 嘅搜索裏邊，當用戶揾一啲叫做你哋產品服務嘅建議或者推薦，你哋都會出現喺呢啲叫搜索度。咁最後啦，亦都會有埋啦一個叫做短片嘅製作。咁由於現時啦好多時啦用戶嘅搜索習慣啦，可能睇圖啦都再懶啲，唔係話睇圖就懶嘅，應該係睇文字懶。睇圖可以嘅，但係都未夠吸引，可能佢哋想更加啲互動性或者 interactive 啊嘅影片製作會提供埋。咁我哋個 AI 系統啦會同時製作埋一個 Reels 嘅生成。咁一陣稍後啦，上邊講嘅所有嘢啦，我哋都會進行啦一個啦叫做示範俾翻客人睇翻。咁呢個啦 Google 嘅優化令到你啦會出現喺個搜索結果裏邊。咁最後啦，我哋個系統啦更加會有埋一個啦叫做機械人提供翻。咁一陣間啦，我哋會就住啦裏邊可能每一個詳細嘅項目啦做翻個示範。其實簡單嚟講啦，我哋成個計劃啦，唔係話幫客人你啦，做一個好大嘅投資。其實咧就係話啦，幫你跟貼翻現時嘅市場。假如你現時仲唔開始嘅話咧，其實你嘅行家或者你嘅對手啦，佢哋都已經好大力度啦，投放喺 AI 裏邊啦，喺市場裏邊原本其實由於經濟轉型或者移民啦，其實原本嘅客量可能得100個，都幾年前有100個嘅，而家都得返80個啦。咁假如行家借助 AI 嘅力量去搶咗更多嘅市場份額，變相嚟講，你嘅生意就會更加少。其實唔好話點樣去揾多啲客啦，其實要維持翻個生意，你都需要啦參與呢個服務計劃。好啦，究竟我哋點樣去做啦？呢啲就係一啲叫詳細嘅內容啦。咁我飛咗佢啦，係啦。咁可以有興趣自己睇啦。我直接俾一個實際嘅示範，俾大家睇下究竟我哋成個服務內容。咁嚟緊啦，我哋仲會有一個啦叫做 AI 嘅揾客系統啦，去幫你主動咁樣樣，更加當用戶未揾你嘅時間，我哋已經主動咁幫你嘅將你嘅信息主動咁推送俾佢哋都會有嘅。嗱，頭先我哋個服務啦，簡單嚟講個總結啦，頭先都總結咗啦。咁我哋做一個實際嘅範例啦，點樣樣啦？透過我哋嘅 AI 系統啦，幫你啦做一啲文案或者係圖片嘅生成一個範例啦。咁會有啦 AI 做翻個策略建議啦。當然呢啲內容嗰方面，其實我哋已經會之前同你做好晒呢個一個 sample 啦。好啦，咁其實啦，透過我哋呢個生成嘅系統啦，同你哋自己做啦，另外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話咩啦？其實透過我哋生成系統嘅文章內容啦，係可以實質上啦幫到客人嚟啦，就係話喺 Google 或者 AI 嘅搜索引擎啦，可以幫你攞到個高嘅效益。嗱，一個實際嘅例子，譬如話我哋其中嘅客戶啦，叫膠小鎮啦，咁我哋可以喺 Google 裏邊 search 翻佢啦。你見到啦，有 Google 啦，有網站啦。咁呢個客人啦，可以去翻我哋個網站裏邊睇翻嘅 massmedia.com.hk 啦，作品展示最新客戶案例。咁呢個呢，係我哋啦，一啲客戶案例，其實係由網站 revamp 啦，市場推廣啦，到 AI 系統啦，都參與咗我哋個服務計劃嘅。
咁你可以見到啦，個客人啦原有啦嗰個網站個設計啦唔係咁好啦，經過我哋重新製作之後啦，出咗咁嘅效果。好啦，最主要睇翻個內容嗰度，睇翻個實際效果啦。嗱，留意翻啦，喺呢個網站裏邊啦，原本佢係做一啲叫做環保餐具嘅客人嘅。咁可以睇翻啦，嗱，譬如話竹餐具啊、木餐具啊、一次性餐具呢啲環保餐具呢啲字眼啦，見唔見到 start 原本嘅位置啦，就唔喺頭100位出現嘅。經過我哋個 service 之後啦，而家出現嘅位置係 page 1啦，排緊第3。咁我哋都可以撳一下個掣，睇翻個實際個效果。見唔見到我哋個客人排緊呢度？Okay。好啦，頭先就係話啦，我哋個服務啦，會幫你啦包埋一個啦叫做 SEO 嘅排名，幫你做完文章之後，定期會喺你個網站發布文章。文章發布完之後，仲會幫你排喺 Google 上邊。好啦，第二個啦，我哋更加啦，每個月啦都會啦幫客人你製作翻不同嘅社交媒體貼文同埋文字嘅內容。咁喺社交媒體貼文同埋文字裏邊啦，我哋有一啲唔同嘅設計啦。咁我哋而呢啲設計嗰方面啦，其實除咗用 AI 製作之外啦，我哋都會設計師參與啦，唔會話100%純啦 AI 製作。咁譬如話可能呢啲點字啊去有啦，咁呢啲設計啦。咁另外一啲叫做講緊係一啲藥房嘅 sample 啦。OK， 係啦，一啲叫概丸啦。我哋唔單止會同你製作呢啲圖片啦，製作完成之後，圖片嘅貼文我哋都會幫你製作啦，而且更加會協助你發布埋喺 Facebook 啊、IG 呢啲唔同嘅社交媒體上邊。簡單嚟講啦，其實啦，如果選擇咗我哋嘅服務啦，對於成個社交媒體營運，以往需要請一啲小編去做啦，而家都唔需要啦。咁另外啦，個服務更加包含埋一個 AI 嘅影片製作，咁可以睇睇啲。你老豆上面仲有間屋，得閒去搞咗佢啦。係啦，咁我哋成個服務啦，譬如話一啲叫做 VO 啊文字啦，尤其是粵語嘅文字啦，可能好多問題。咁首先我哋個服務啦，會啦 embed 咗啦，除咗 AI 製作之外啦，仲會有一啲 video 嘅專家啦，幫你做一啲 editing 咁樣嘅。咁影片嗰度啦，每個月都會生成一定嘅數量。咁呢個就另外一啲範例啦。咁我哋建議都係生成一啲叫做 Reels 嘅短視頻啦。咁喺個視頻裏邊，譬如話啦 embed 翻或者喺個 comment 裏邊加入埋一啲叫做客人你嘅產品服務，咁樣樣去吸引更多流量啦。好啦，另外個 AI Chatbox 係啲乜嘢嚟啦？咁另外一個範例啦，咁我而家做一個 sample 俾大家睇啦。呢個 AI Chatbox 啦，同傳統嘅 Chatbox 啦有啲咩唔同啦？首先，佢唔需要啦，你花時間啦去聯絡一啲客服啊，或者技術設定去設定一啲唔同嘅問題。成個 AI 嘅 Chatbox 嘅建議啦，佢會自動啦找取翻網站。譬如話，我哋而家呢個 Chatbox AI 嘅機械人啦，佢就會自動啦連結到去我哋公司嘅網站。咁你唔需要教佢，咦應該點樣答問題啊？應該提供咩答案嘅內容啊？咁樣樣。咁其實你 anytime，譬如話舉個例啦 ，Where is your address？
咁你只需要啦喺度問佢問題啦，個系統啦就會自動回答啦。譬如話你見到啦，Where is your address？咁佢就答我公司地址係九龍新蒲崗五芳街咁樣樣。跟住另外啦，除咗呢啲功能之外啦，好啦，你見唔見到做個 online shop 幾多錢？由15,000蚊起嘅，OK。咁佢就會啦自動啦因應翻我哋網站上邊所提供嘅服務內容，系統就會自己爬個網站去提供翻個答案。嗱，好聰明嘅，你見唔見到呢度啊？我哋寫咗網上商店由15,000蚊 up 嘅，個系統就會自動爬翻個內容，另外加翻個 remark 提醒翻用戶，其實15,000蚊係起嘅咋嚇，唔係一個最終嘅消費嚟㗎，咁樣樣。咁另外啦，更加有埋一個預約嘅功能。舉個例，你可以通知我哋一啲叫做hit 嘅 keyword，人哋打咩字就會跳轉到係咩嘅目的。譬如話，我哋而家 set 咗 booking 嘅，咁如果跳咗去 booking 之後啦，你見到啦就會呢個係 demo 嚟嘅，到時我哋會再幫客人你加一次 one-off 嘅服務費啦，我哋就會做埋個 booking 俾你㗎啦。咁選擇埋服務啦，舉個例，一個服務跟住一個唔同嘅 time slot，咁可能揀啦22號嘅，今日20號啊，咁可能時間 confirm AA。好啦，咁我哋更加可以設定啦，即時完成埋 payment 又得，唔完成都得。好啦，confirm 咗之後啦，呢一個 booking 啦會自動啦synchronize 咗去你嘅 Google Calendar。OK， 即係話店主嘅 Google Calendar 啦，佢就會收到一個預約咁嘅通知。哦，呢個日子裏邊呢段時間已經有邊個聯絡電話幾多，做咗個 booking。咁另外啦，客人都可以直接將呢個 booking 啦加翻落去 Google Calendars 嗰度，或者係唔同嘅 Calendars。我做咗個 booking 去邊度，可能係你嘅公司係 AA Beauty， 就 AA Beauty 地址做啲咩服務咁樣樣，咁就會簡單啲咯。OK。好啦，另外假設如果用戶未有網站嘅話，其實而家啦，只需要啦首次付費一次過繳付半年啦，我哋公司就會送出一個啦咁樣樣嘅 free page 簡單嘅網站俾你哋。OK， 包埋 domain， 包埋 hosting。好啦，咁另外啦，未來我哋都會推出一啲啦，叫做群組發掘嘅功能，就係話當有啲人喺 Facebook 啊或者 Discuss 嘅群組裏邊提及啊，我想揾一間叫做植微公司，有咩好推薦啊？咁我哋就會發掘到佢嘅 contact 出嚟，跟住我哋就會將佢嘅 contact 儲存晒喺我哋個後台系統裏邊，跟住啦。客人你就可以自己登入我哋嘅後台，自己主動去聯絡佢都會有嘅。OK，咁總結翻啦，其實我哋成個 service 啦，就係話一個價錢啦，你就可以分別請到一個小編啦，一個客戶服務啦，一個廣告嘅製作專家啦，亦都係一個影片嘅同事。你亦都唔需要花時間去諗下，我每個月定期我要請人去做管理，我要教佢我公司嘅 strategy 係啲乜嘢，或者想揾 sales 嘅，唔需要擔心個 sales 做唔到嘢冇效果。其實一個3000幾蚊為起，每日幾十蚊嘅價錢，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全面概括嘅一條龍嘅服務，由廣告、文案啦、圖片設計啦、網站嘅內容啦、短片嘅製作啦、Google 關鍵字排名啦、AI 機械人啦、網站啦，所有嘢 one stop 同你做晒。OK，
咁其實你就唔需要，如果你比較起上嚟，其實你諗下呢個價錢，你請一個中學畢業嘅 part time 都請唔到，而個 part time 究竟識唔識咁多嘢，或者識唔識而家日新月異 AI 成個 strategy，或者係究竟做啲咩出嚟先適合到你嘅客戶需求，點樣先幫你揾到客人呢？咁其實正正就係話3980蚊呢個價錢已經做到晒所有嘢。我哋會有專責嘅 WhatsApp 群組啦，解答你一啲叫查詢，做一啲 proofread 啦。OK，會俾一啲唔同嘅 idea 你，定期俾一啲 inspire 你，究竟喺成個 internet 上面做推廣點做啦。我哋會借助 AI 呢個技術，亦都會幫你訓練你專屬嘅 AI，令到你可以用一個好平好平嘅價錢 enjoy 到一個啦，一條龍最全面嘅廣告營運公司管理嘅服務。OK，好啦，咁現時啦，我哋仲做緊 promotion 嘅。假設你一年一次過繳交1年嘅費用嘅話啦，我哋仲會有個 discount 3600蚊一個月就已經可以做到㗎啦。OK，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想要我哋更加多嘅服務啦，其實都可以去翻啦我哋公司嘅網站裏邊啦，去進一步啦去了解。咁我哋到時咧亦都有唔同嘅 add-on 服務可以俾你選擇。譬如話舉個例嘅，可能你哋想做一啲叫做推送通知啦，好似 push notification 啊、PayMe 設計啊，或者係一啲叫自動化工作流。咁我哋都有啲額外嘅附加服務，可以 case by case 咁幫客人你哋做翻嘅。咁今次個有關我哋個 AI system 嘅 presentation 就完結咗㗎啦，多謝。